一名亞冠2次回合4強次回合，大阪飛腳輕鬆搞掂3-0啊！展現 J-League 日本足球嘅實力。大阪飛腳輕鬆3-0贏咗主場嘅萬工聯。哇！擋晒頭巾咁樣喎，都係要輸波啊！呢個應援團雖然係少，人數少，唔使200-300人，但係話比起最場13000幾球迷裏邊，200-300人已經係最大聲勢啦！日本足球嘅魅力就喺呢度啦，唔使人多啊，打起嗰班Ultra呢邊嘅大黑 fans 夠。有黑就得㗎啦，呢邊謝晒，但係都知技不如人，冇緊要啦，殺到4強都幾叻仔㗎啦。大阪飛腳代表日本足球喺個亞冠2裏邊殺入決賽，睇下對西亞嗰邊邊一隊波啦。呢邊都過嚟借下票先啦，都支持嘅。